在地上大条镜头来花莲县政府伫2016年，甲控制税对一栋10块钱增加到70块，这是引起业者不满，有转向县政府拍官司，一直拍到高等行政法院。若这8年来，县政府已经输20届啊，佮提出大法官解说，也是再审，也是去申请再审，拢互驳回。所以即马花莲县政府是决定要限业者2亿外税金。花莲县的控制税伫2016年大幅调悬，有业者认为讲，这超出税法30%的起付限制，就来提告。官司拍到当时已经废当，县府连续红判20摆的败诉。那如果一直败诉的话，那可能在行政程序上面必然有它的瑕疵存在，机关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。那政府机关课税依法有据，能够让民众安心跟放心。一年大概耗费400多万元的这个诉讼费用，那我们一直呼吁县府要停止诉讼，不要再新讼了。终于愿意止血认输我们认为让社会大众也能够知道这个实际的状况。花莲县政府伫2009年订定花莲县控制开采特别税自治条例，对上早期的每一栋4块，一步一步调起到10块，一直到2016年大幅调悬到70块，引起业者的反弹。但是县府8年的官司拢输，替大法官解说也是申请再审嘛，拢互驳回，决定要退回业者2亿外的敲定税款。针对这个8件的那个诉讼案，矿石税的诉讼案件，然后我们会依照判决的意旨来处理。那目前业者有不同的想法，那还在沟通中。目前大概卡关在哪里？高层还在谈，内容也还没有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目前都还在协议中啦，这样子。对。等下税务局讲会照判决持续和业者来沟通，按算退还的款项会以县府税计存的来支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